嗨，大家好，Hello， 如果那个火草声音太小声，你们再跟我说，我再想办法移一下麦克风。然后我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吧。嗨，星云月晚安，欢迎你来。阿杰阿曼欢迎，三处风欢迎，欧拉夫欢迎，还有李武也嗨，我以为李武在直播，欢迎你来。伊藤绿茶，他跟我们说晚安，然后他想要问你。大正百宝能冰淇淋好不好吃？哦，你看得到，这字超小的耶。不好吃，不好吃，还是很苦。我觉得要看跟什么比啦。你跟大正百宝能比的话，难吃。难。一口气如果泡一点水，喝掉大正百宝能会比较哦。有什么？长痛不如短痛。长痛不如短痛。好。好。我看一下啊。补档才看过火扫当来宾要选哪一个选项？自由新政。对，我有市场调查。我是不是好像比较大声啊？不然我小声一点。我自己瞄自己。好，我市场调查一下，有没有人看过你当来宾？有20%的人是第一次看。你对这些人有什么话要说吗？没什么好说。把频道还给火扫。完了，大家的梦想要实现了。好啦，这个我们再看看。不是你也没空。对啦。对。不会。好，那感谢那个欧拉夫紧急赞助了一个你的 skin。对，很好看哦。那你知道吗？这个 skin 有一个小细节，我刚刚才发现的。没错。就是那个识别证的部分。好可爱啊！对，是你原本画的那一张，好好笑。对，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就是上次那一集让我柯林的时候的那张图是火扫自己画的，对，没错。完了，有人在刷那个把频道还给火扫了，死定了！哇！完了，应该可以画那个迷因吧？有一个蛮有名的迷因，就是一个哆啦 A 梦的图，然后就是那个你随便画一张很过分的画，大雄就画一个需要不需要。我觉得他们等一下可以做一张迷因，就是需要不需要，就是需要就是你，不需要就是放一个我的头。好，我看看，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梗。没关系，希望他们会做这个迷因，这样我就可以收割大家的流量，谢谢。好，你会紧张吗？一点点。好，那大家会紧张吗？大家太大声了。哦，我太大声了。好，抱歉。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猫猫卡爱说你画的很可爱，然后欧拉夫老师画的是美丽大姐姐。没错，是御姐。对。然后你刚刚说你觉得你比较像可爱型的，对不对？啊，这不能讲吗？对耶。对，确实，就是我觉得欧拉夫老师就是很擅长把人画的很妖艳嘛，也算吧。你看我应该也长得蛮妖艳的。没错，耶。好，对。他会把那种就是原本很温柔的人画得很凶。我等一下再给你看。好，不包含我，因为我本来就是火爆的，所以。但我看起来不凶。对啊，你看起来也不是凶。好，那我们还是打开卡户吧。等一下，我是不是忘了什么？哦，没有，我本来想到一个那个介绍的环节，就是嗨，大家好，这是火扫，然后火扫好，这是大家。大家好。好，耶！你们现在互相认识了，太棒了。那我们可以来玩卡户了。好，那我就把卡户开出去给大家玩啦。耶！快加入！嗨 ，Mickey Mouse， 早安，欢迎你来。那为什么我一直跑来跑去？我要调一下我的摄影机哦。还是抓不到我在哪。好，抱歉，比较穷，所以没有很大的空间。你好，大家好。好，那我们可以等一下，我今天的延迟是最低，好，那没问题，大家的竞争非常公平。好，那我也把那个卡户的连结贴一下。我们两个的形象看起来是妖怪之国的黑道，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他就有人说我们看起来像黑道啦。不可能，顶多只有我。
顶多只有好笑。欧拉夫说他也觉得你应该是可爱大姐姐，但是他就想说不能输我，什么意思？就是欧拉夫已经把我画得很妖艳了，他觉得你不能比我不妖艳这样子。有可能，应该是这个意思。我们两个的声音听起来是刚从宠物烘箱捧出来的兔子，什么意思？好抽象啊！是怎样？我们听起来很累，是不是？是有一点。我刚下班，对，有人刚下班，也没有那么晚，就下班之后还折腾了一些有的没有的。没错，搬了什么东西啊之类的。但是，他是不是会捕捉到你的动作？原来是这样。好，然后大家可以那个，就是我有贴链接，所以大家可以先连进去，然后不然今天都没有参赛者，怎么就2个人？对、我是不是忘记跟大家说今天那个题目的方向了？对，就是我会唐突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2个之间的事。然后是一个经典破冰游戏，叫做什么？两个事实跟一个谎言。对，然后就是等一下题目都会有3句，就是会有3个 statement。完蛋了，我现在不会讲中文，会有3个描述，然后有一个是假的，你们要猜哪一个是假的哦？你们要猜哪一个是假的哦？好，阿杰说你的声音跟那个形象有反差，蛮好的。那我嘞？那我的声音跟我的形象有反差？有吗？你觉得有吗？不是，因为你问你应该比较不准而且我对他们跟我对你差蛮多的。对，我对他们就是超没礼貌。对，没错。不礼貌。你也不用对他们有礼貌，没关系，他们应该也蛮喜欢。对，要确定要确定齁。然后有人问意思是今天有爱情故事可以听吗？应该会不小心就多少会讲一点吧。本来想放，但你好像不想放。也没有啦，只是不知道怎么放。反正就是会琐碎的让你们听到一些，就是没有很特别我们也没有特别排什么顺序，然后也没有要讲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没错。对，就是大家自行拼凑。自行拼凑，然后就可以有那个一些推测的理论，然后可以给我看看哪一些猜的很瞎的，我可以笑一下。没错，全靠自行想象。对，好，阿慧也是有反差感，谢谢阿啾。好，应该吧，至少我今天跟平常差蛮多的。对，有人说今天有够温柔，不是你们如果有补过上次那个纳武科林，就应该就可以感觉得到。你应该不知道对不对？你应该不知道我平常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平常在旁边滑手机的时候，稍微听过。对，也是有那种，就是你放假，然后我还开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对，我对他们也不怎么好。没错。对，然后，真的要讲这个吗？讲什么？今天如果有抖内的话，全部会变成火嫂的餐费。所以如果平常不想要让火蛇过太好，但是想要让火嫂过好一点的，可以趁今天这样子。谢谢大家。如果是想要让我过好一点，没有要分火嫂，你们就改天再抖。也行。你的就是我的。对，没错，我的频道早晚是变你的频道。对。完了。还给火嫂。完了，你要发起运动啊！雷华，按蛮欢迎。怎么都有3个？对啊，怎么只有3个？我们看能不能凑5个好不好？能不能凑5个开始？来，我再跟大家说，5个太没志气了吗？对。我再跟大家宣导一次，今天要干嘛？就是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团康破冰游戏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你有玩过吗？顺便问你。没有，真的假的？因为我是在那个什么，好像是大学桌游社吗？还是反正就是社团的时候有玩过。对，就是一个自我介绍蛮好用的。然后想说今天唐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事，所以可以来这样玩一下。对。还没回家没办法加入啊，好吧？我们今天就3个人 PK 嘛，也不是不行。我们再给大家5分钟。好。我人讲你真正有够水呢。对。对。本人嘛有够水。无啦，甲这有差。不同的风格，主要你是3次元的，他是2次元的。
也是。也是。好，我们现在有伊藤绿茶，有一个人应该是画面先跳掉了，他应该等一下还会再回来。要回来对，哦。猫猫卡爱跳掉了啊！等他，好了，我们有抽到4个就知足了。好。你满意吗？4个。嗯。你要原谅我的观众吗？可以不要吗？那我们就会比较晚开始。哦，那不行，怕拖你累了到大家。没有了，怕拖到大家。哇，Mickey Mouse 说你声音很好听我就还好，哎呦，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哦。有人说不用早晚，阿慧也是火扫的，确实。我的观众就是你的观众。哦。对。好的。你可以随便对待他们，没关系。那我们就开始喽。好。好。我忘记跟大家说今天的奖品，我们最后再说好了，怎么样？先说吧，看能不能更多人加入。那我们先开始第一题对，这个可以中途加入哦。好，第一题。但没有那个匹马了。没关系，我有好，没事。等一下我们的题目被我们挡住了，笑死。No。好，好的。还是挡住了。真的。来，请大家选一个。请问火扫是护理师还是火扫当过不是选假的哦，选假的哦，有一个是假的哦，你们要选的是假的哦。1分钟是不是太少忘记叫你装那个很低沉的声音了。你要不要？大家好，大家好。对，我们本来有 say 这一 part 的，虽然再怎么装，应该听起来也是还好。好，不是谁选的？谁选是不是因为有人不知道他选的是选错的，所以有人选了你是护理师？你选什么？好，没事。谁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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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猜对了？Mickey Mouse 不知道要选假的。好，我没有跟大家讲清楚。我再说一次，2个事实，1个谎言，所以你要选的是谎言，选你认为是假的那个。没错。多谢支持，感谢赞助，这钱我甲摕去卖单咯。哇！感谢猫猫卡爱的赞助，谢谢。火扫获得了500块。等下我们来看看他的完整留言。我忘记还可以有留言哦。可以啊，大家刚刚跳出来的字蛮小的，所以我要去后台看一下。好。等一下，今天画面有点多。他说火扫工作辛苦了，要好好吃饭哦。谢谢。好，之后我再跟大家说这个500块拿去吃什么。好。对，好，没关系 ，Mickey Mouse 现在知道了。都救了，新的都过去，好吧，新的真的是没用了。好，我再修理一下它。团康游戏第1关规定不明，这就是火蛇的台的精髓，你们应该已经习惯了。对，就只要我对，你应该不知道，反正只要我有做一些出题或者是想要考观众的这种节目的话，就比如说台语考卷比如说我第一次开卡户特是那个考大家一份台语考卷，结果里面有一半的题目都不是在考台语。不然是考什么？微积分用台语考微积分连我都不会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太正常了吗？我们这个好啦，还算正常啦，还算正常。真的，这应该是那个我们卡户的那个考难系列最正常的一集。感觉得出来了。应该都是这样啦，只要来宾是你，就是最正常的时候了。完蛋，他们不会准备好微积分了吧？好像有人说要教我微积分呢。对，我确定那你知道有人叫我吃蚂蚁吗？有啊，跟我分享很多次了。对，他在这是那个猫猫卡爱，他还蛮支持我吃蚂蚁的。对，没错，就他。谢谢猫猫卡爱。他猫蛮可爱的，我等一下给你看。好，想看。好，没问题。他的猫真的蛮可爱的，比我们家的可爱多了。要跟大家讲他的恶行恶状吗？还是不用？你要讲吗？上次快被气死。昨天吗？昨天的事，就是我们开那个叫什么
大门。对对对，开门的时候他直接冲出去，对。然后冲出去之后，他就躲在对面人家的车底啊。怎么叫都叫不出来。对，然后就是我们用了所有想得到的方式。对，包含什么？开一个罐头，然后逗猫棒，然后放那种吸引猫咪的声音的那种影片，就死都不出来，然后就很累耶，因为那时候还在下雨。好人一生平安，火蛇又可以多活一天啦。想想就心累。哇，蜡烛植物抖内了500，伊里是你吗？伊里是你吗？我认识的植物跟我感情最好的，我好像也只认识一棵植物。是伊里吗？伊里给你500块，谢谢。你现在有1000块可以吃饭哎，太好了。好哎，好哎。是，但是伊里要准备直播，谢谢，火嫂会感谢你的，真的。好，直播加油，可惜我现在还不能降落，我好像要收益化才能降落，不然蛮想去降落伊里跟其他好朋友的。我去降落。你要降落，因为我的台就是你的台，我降落就是你降落。没错。虽然很抱歉，但是给2位的500，干嘛抱歉？很多了。对啊，有来 stop by and say hi 就已经很。我现在在狂练英文，因为我明天要去采访外国 VTuber， 偷练一下。我觉得其实蛮紧张的。对，你现在也蛮紧张的，对不对？一点点。好，紧张的理由各不相同。没错。对。好，我忽大忽小啊，我努力稳定一点。总之感谢猫猫可爱跟伊里各赞助500，谢谢。你现在有1000块可以吃饭嘞，太棒了，都是我的。对，确实就都你的东西，频道也是你的。等下那个密码就先抄给你，谢谢。好，对，还有人把蚂蚁购买方式丢上来，不知道谁，就这个伊藤绿茶，他也是蛮常欺负我的。很好。很好吗？好吧，你们有共同的兴趣，太棒了。没有啦，你还好。我觉得叫我吃蚂蚁比较过分。你们就很开心。没有啊，有流量当然开心啊，感觉就很有噱头哎。好，我们继续吧。好，那我们准备，等一下，对，要先讲那个吗？奖品是什么？好，你先讲。不是你讲啊。我讲。来，给你讲。那就是可以得到火嫂的画画1枚。1枚，你要给他们指定动物吗？不用，但我画的很丑。那你要跟他们说火蛇算一种动物吗？对，火蛇算一种动物，所以可以指定你画一个火蛇这样子。没错。对，好。但我画的很丑，不会啊，你再给人家先看放地板。上次看那个还可以加吗？应该可以，我有盯选那个连结，现在点应该进得去，而且我们才刚开始1题，所以还蛮有翻盘的机会的。大家加油！伊里说火嫂的图超赞的，他也很喜欢。对，最近因为一些原因，我也有看到伊里画的很多图，等一下跟你分享。好啊。对，是纸本的还是电子档？应该是纸本的寄过去吧？你要给他们电子档还是纸本？都可以。那得奖的人可以许愿，会不会对他太好？应该还好。反正就是第1名可以许愿这样。对，就反正就等一下那个第1名自己来联络我，然后就是跟我说你要电子档还是纸本，然后要什么动物这样子。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好，加油！然后斯洛姆跟你说初见安安。安安，你好。好，那我们可以进入第2题。斯洛姆现在可以加。欧拉夫说很心动，你也可以加。加。对，反正刚才1题而已，所以大家都很有翻盘机会。对，反正后面的题目我也不觉得大家都会啦，会才奇怪吧？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我们的事？对，我也怀疑是我妈。你妈吗？搞不好现在在偷看我的台，在偷玩，真的假的？没错。不行，等一下有一些他一定也答不出来。好啦，那我们就来第2题。好。第2题。对，要看排名。哇，第1名猫猫可爱。恭喜！厉害！狗粮吃到饱，还好吧？我觉得我们目前为止应该没有很狗粮的。你还蛮会做效果的。我没有想到你是被我带坏哦。
虽然我们上次一起直播的时候，我也还没有那么中意啦。对，你还记得哦？我现在应该比较中意。哇，你被我带坏，好赞哦！好，等一下你就可以讲超烂笑话了。有什么笑话？我不知道啊，但你以前都不会这样，就是你最近也会讲超烂笑话。我觉得你被我带坏。有啊，像什么超烂笑话？暂时想不到。对，没关系，等一下有想到再说。OK。有人在不爽了，笑死。有的。对啊，你看，愤怒之脸。哇，好害羞，害羞什么？又不是给他们吧？给你的。给我哈，好，谢谢。是火草弄的吗？对，不然是我吗？我下次会对你们这样吗？我弄出声音。没有，你太小声了。好像在吸饮料哎。对啊，好像老鼠。算了，我们还是进入第二题好了。等一下大家不看了，那么生气。对，这样。怎么有人进不去？好吧，我们先来看第二题。不是先让人家进来，因为他已经在倒数了。也是好。对。我们一起翻过第一，我们一起翻过医疗废弃物；第二，我们一起吃过咸豆浆；第三，我们一起烤过饼干。你们觉得正常的情侣？正常的情侣可能没有一起翻过医疗废弃物啦。正常的是没错。对，好。这种事说出来也是蛮丢脸的。那我先把画面关掉一下，我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设定不对，让大家不能加进来。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下医疗废弃物的故事。那已经结束了吗？没有，只是我看一下，为什么有人不能加入啊？我是说这题结束了，可以讲答案了。对，然后所有人都作答了，我们可以讲答案。医疗废弃物的故事。有人说详细希望，对，该讲一下。你先讲，我来看我的设定是哪里有问题。总之就是有一天收病人的时候，然后病人手上有个手链，那时候有先拿下来，因为我们贵重的东西都不能带进去，会还家属。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收下来放在桌子，就忘记还给家属了。但是我们在交班单上面有写着一个金手链这样子，然后等到下一班发现的时候，我们又忘记去找，然后等到家属提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样子。然后家属就说那个很，本来是想说，对，我本来说如果很贵重就赔，可是学姐就说，如果是可以赔的，那当然是最好，但最怕就是那种有纪念意义的，你怎么赔都赔不起。所以呢，我们想了很久，决定就去翻医疗废弃物这样子。你说的想了很久，是你跟学姐想了很久？对，那时候就讨论，讨论出来就想，就是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被丢掉了。对，然后可是当天那时候是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决定我就是早上8、9点起来去翻这样子，然后我就带火扫。不是，你才是火扫，火蛇，对，一起去翻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因为那个有些阿姨会写日期啊，有些不会，但我们就找大概日期相近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翻了好久都没找，然后就是刚好学下班也陪我去找，然后他就刚好看到一个红色，因为医疗废弃物是红色的啦。红色的塑胶袋外面有一个很像金项链，就从外面就看得到有个金项链的东西，就一翻还真的就是。总之那个时候状况就是，本来是只有你在找嘛，然后是我接你下班的时候吗？还是你是假日的时候突然决定去？假日的时候去，幸好是假日，不然我上班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找一找，反正后来是你学姐找到的。对，真的很厉害。本来以为要找不到，我那时候翻超久的。没错。对啊。而且我还要发生第二次。哦，你要讲第二次的事吗？第一次是我们有一起翻，但第二次我是不是没有？对，阿慧都没嘿。那一次是不小心把管制药的空瓶丢掉了，唉。因为那个管制药的空瓶是要清点的，是不是？对，就以免那个有拿去做不该做的用途啊。第一次的时候还很好笑，就是那个行政人员以为有
流浪汉还是坏人在翻垃圾，想说是不是要找针头回去打毒品之类的，对反正就冲过来，然后就说就是你们是谁？以为我们是那个流浪汉啦，对，以为我们是流浪汉在乱翻医疗废弃物。没错，不相关的人员在翻医疗废弃物。对，结果，是谁解释？是你学姐解释？我忘记了，反正就跟他讲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看起来就不像流浪汉了。我可能比较像啦，你应该不像啦，你应该蛮明显不是流浪汉的。没错。对，真的蛮惊险的。对。那时候还找的蛮绝望的。对啊。超多包，真的差点哭出来。那个，反正就是那个空间，我也是第一次去，印象深刻。我也是。就是一个冷气很强的地方。对，是蛮冷的。对，然后堆了多少包啊？很多包30-40包应该有。对啊，而且那一天刚好要收垃圾，而且会流汤。对。对，那天要收垃圾，就是人家要来载，所以那个时间蛮紧迫，对不对？一定要在他收垃圾之前找到。没错。那时候超恐怖超恐怖。总之就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对。然后还经历了2次。对，太疯狂了。对。为什么人家加入不进来？是我设定错了吗？所以用匹马也不行吗？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自己测试了一下，我也进不去，怎么会这样？那还是要闯开啊！可是这样刚刚有作答2题，会不会对有些人来说？多谢支持，感谢赞助，这的钱我甲摕去买单咯。可是那个分数就没办法继续算。就是对啊，怎么会这样？真的假的？349-295这样不能加？难道是因为我没有设定什么可中途加入吗？所以你这样打匹马进不去？对啊，我刚刚自己 key 匹马也进不去。349-295，可以啊，可以耶。那为什么你打 test？ 那个是我的名字我用 test。OK， 好，我知道了。有点复杂，但是跟你讲一下，就是等一下哦。好，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要加入的朋友怎么加入哦。我这边有一个网址，还有一个 PIN 码，然后我把它 key 在聊天室349-295，好，这样可以按吗？可以耶。好，那你们就按那个前面那个网址，按进去之后打那个 PIN 码，把那个 PIN 码复制贴过去，应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再不行的话，我就真的没办法了。No. 就大家就只能用听的来参与游戏。对，还有后台露出来了，好丑。好啦。有吗？有进来吗？不知道，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参赛的人数有没有增加。伊藤绿茶找到的钱包在火车什么时候找到钱包？是刚刚抖内没有念，等我一下。等，对，刚刚有人抖内啊，我被登出了。拍谁？今天也是一团乱，每次都是一团乱。我感受到了。你有感受到哦？大家就喜欢看你一团乱吧？是吗？大家喜欢看的很多，喜欢看我被迫害。他们每天都想把我的脚拔下来，你知道吗？真的？对，头上那2个，不是脚上，不是那个。伊藤绿茶在房间找到一个钱包，大家只分你100，他其他的要私吞。没关系，很感谢的。有100就很感谢。对。目前有1100可以吃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样让我想到，有一天我的猫也在我房间翻到我之前换的日币。啊。对，算起来也是有几万块。可是那本来就是你的。对。那个钱包不是本来也是那个伊藤绿茶？没有啊，他可能躲在我们衣柜，然后捡我们钱包。出来！我们等一下把那个衣柜拿去山里丢掉。你要确定你搬得动搬不动就从楼上丢到1楼好了。好啦，我们有人可以加入了，太好了，好，耶！恭喜！好，那我们来进入第3题。好，来看一下排名哦。这个娜娜是谁啊？怎么有娜娜也有哈娜，还有 test 是我刚刚测试能不能用PIN码进去的时候，没关系 ，test 一定0分。
哦， ，Test 已经登出游戏了。这样是只有5个吗？还是只有5个？没有没有，它只会显示前5名，哦，所以等下可能会默默增加很多人。那我们来看看。对，好，我们来看第3题。我开始忘记有什么题目了。我也是。好，请问哪一个是错的？火嫂上班会看我直播，以及火嫂其实也是 VTuber， 还有火嫂不看火蛇以外的 VTuber。我觉得这题应该蛮难的。真的吗？我觉得没有上一题难。是吗？上一题误导性很强就是人家都会想说那个情侣一起烤饼干应该很正常，结果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做过电锅布朗尼，对，有做过其他料理，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烤过饼干。好，有机会来考。有人以为没题目，提前按了啊？对，那个应该手机上看得到题目吧？我有开对不对？看不。刚刚作答的时候，我没开吗？真的假的？完蛋，有人觉得有陷阱。上一题以为只有医疗人员可以翻废弃物，实际上是怎样？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空间呢，你进得去就拿，然后那里面也不会有人管制。顶多会看一下有没有流浪汉跑去拿针头吗？我也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是谁去跟行政人员讲有人在乱翻垃圾，我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实际上规定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你敢翻，应该就也没那么多人想翻吧。对啊，真的很脏。是要翻什么？是要拿那个人家摘下来的器官那也不能用啊。器官不是丢在器官不是丢那应该不是丢那。我以为就是但是什么清创用的那些耗材用掉就丢那。对。然后也管路拔下来丢那。对。总之感觉蛮脏的。很脏，确实很脏，很脏，很可怕。就是很脏，没错。我们那时候还有穿那个防护服，但是就是比较简单的，没错，不是那种全包的。对。但还是要稍微包，对啊。对，真的很脏啊。对，好刺激，不想要再来。好啦。有什么陷阱？有什么陷阱？感觉上班看直播有点对不对？不太可能。对。好啦，实际上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还真的没什么机会，但是就是吃饭的时候你会帮我挂一下台。对，谢谢。不可以。你也没办法开声音吗？大家只要看到有人一直猛按爱心，那个就是我。因为你要吃饭，你也没有办法留言，你只能按爱心。对。好，大家知道以后那个就是聊天室右下角有个爱心可以按了。然后按下去，它就会飘爱心了。现在是很多人在按吗？没有，是我在按。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可以看到有在飘。有人按100分，对，就是那个。没错。你只要看到有那个在飘爱心，就有可能是火烧。字很小齁。伊藤绿茶说，还以为说火烧登台了2次，而且现在有自己的虚拟形象，也算是一种虚拟实况主，应该算 VTuber， 不是 PNG Tuber 吧？目前很好，开创一个新时代。对，好，会不会有一天就是我的台就直接变你的呢？有可能，你要先退休才有时间开台。对，真的有时间再说，有时间你就想休息。对，这个等一下会考，我们不要讲太多。没错。好，然后那个火嫂不看火蛇以外，你根本就不看 VTuber 吗？对，我根本就不看。就是因为那个有人跟你说。多一个人看那个演算法就会推比较好，所以你才被迫就是很委屈，也没有很委屈吗？不会啊，不会哈，反正就有看到就点。对，就是半强迫，也没有半强迫，有好半强迫，好半强迫的帮忙挂下台，但其实你不太看 VTuber。对啊，我只看 YouTuber。对，好，总之结论就是。你应该还不算 VTuber。应该不算。对，会不会有这一天不知道，那你要先退休。对，艺人赞助我多少？要看你要多精致的皮耶。不是，你要的是那个可以退休的钱啊。对啊。那个没希望了。艺人给我100，让我去唱歌。他会知道这首歌吗？我以为年纪差不多。我不知道我本来也不知道这首
我以为它是比较，因为你那时候很跟不上流行，你是我现在 LKK，我完了 LKK，哪有？我一直都是跟着最棒的流行，太棒了。太棒了，真的会有人讲很棒吗？有啊，以前会啊，那比我们老吧？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就讲很棒吗？好像是讲很屌。哦，我们那个年代是讲很屌，很棒应该再老一点啊，我不确定，对，因为我妈会讲很棒。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没听过她讲，好笑，好想看她讲。她在我小时候会讲很棒。哦，对，但她自己不会用。了解。对，哇，有人都听不懂呢。什么东西？没有，她都听爸爸妈妈讲的啦。小时候在课本看到死语回来了最好，大家都那么年轻，是不是？啊，趁大家不注意，我们来进第4题啊。我们先看一下。我以为你是要给人家听那首歌。没，我怕被版权炮。好，我等一下可以贴到 Discord 啦，好啊，贴到 Discord 给大家听。很好笑的歌。对，还蛮有趣的。好，我们猫猫卡爱是稳坐第2名，然后伊藤绿茶第3名。哦，是不是有人被陷阱题骗到了？所以后来加入，想要追上来还追不上来啊 No， 完蛋！有人说都搭11号公车，你有听过11号公车吗？没有那什么？你没听过？那是一首歌吗？不是，11号公车就是走路，因为你一只脚就是一个1，所以叫11号公车。对啊，11号公车是现在 Twitter 上面最 hit 的话题。Hido， 好久没听过了。但收音机好像还会用 Hido 吧？因为有个电台就叫 Hido。对啊，Hido 也比较少人在讲哎。不会吧？感觉在打字比较常讲。是吗？我觉得啊。还是你同事会跟你讲这个？不可能。不可能。现在很少人会讲 Hido 吧？好，那我们继续。好，继续。趁大家不注意，来第4题。这怎么了？你在注意？来，这题我也觉得蛮难的。对，确实很难。来，哪一个是错的？选错的哦。你比我早考到机车驾照，还是你比我早考到汽车驾照，还是你比我早出生？然后来大家猜猜。对，大家来猜猜。真的假的？有人是昨天才知道第11号公车。为什么昨天会知道？可能因为有人在推特上发文，然后他昨天才看到吧。是真的在推特很长？也没有很长，只是因为很多我的观众也是那个离屋的观众，离屋刚刚有来说 hello。对，然后离屋前几天发了一篇在讲11号公车这个很酷的用法，他好像也是最近才学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哦，对，是蛮可爱的。对啊，那个很形象化呢。没错。哇，有人猜对了，太棒了。没错。对，就是机车驾照跟汽车驾照都是你比较早有。没错，一个18岁，一个还是18岁。那为什么要分2次？你真的变得像我怎么会这样？对，我最喜欢讲这种，我最喜欢用这种方式讲话。没错，我有印象哦。你是18岁就是可以考了，然后你妈就直接把你抓去考一考，对不对？对啊，我高3的时候就直接骑机车上下学。好酷哦！我学妹就直接跟我说：“那你就是那个全高中最棒的。”没有，可能还有其他人呢。因为我是看到其他人可以这样做，所以我才这样做的。很方便吗？很方便啊，就不用等公车，也不用早起。不错好，那汽车驾照的部分，我是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我是考手牌的啦，因为我妈觉得手牌可以开自排。对啊，你都花一样的钱。对，一样的钱啊？好像贵一点，还差100。反正差不多没差。对啊，你考手牌你就可以考自排，就是你就直接可以开自排了，非常方便。没错。对。然后我最喜欢在驾训班那一条很直的路加速，很疗愈，是不是？没错。你喜欢飙车？对。我喜欢慢慢开，因为我很怕，所以才会在上坡熄火。啊？说我吗？上坡熄火？有啊，以前你练习的时候很长。好像是可是，我忘记了。就跟踩离合器。对啊，因为我也是考那个手牌。对，你也被我妈逼的。是吗？但我觉得有道理啊，反正就是
难度应该也差不多啦，对我来说都很难啦。那就干脆就选一个那个可以做比较多事的，没错。对吧？对，然后顺带一提，我机车驾照考了3次，汽车驾照考了2次，超烂。这告诉我们有志者事竟成，有事确实蛮有事。者，对啊，考手牌后悔根本没用，确实我也是没开过手牌车、对啊，确实。是没错，可是也只差100块，没关系啦，反正考过了就可以开自排啦。对，就可以骑重街了。是哦，重街好重机像，不用另外那个、但是好像跟手牌很像，我听别人这样讲。是哦，这我不知道，差1000哦，是哦，那就是有点久了，忘记了。对啊，古早的时候不知道是差多少。对啊，我也不知道。毕竟我们是 LKK 嘛。对啊，我们是 LKK 嘛。好，然后这个应该就不用解释了啦，就是你比我早出，不对，你比我早出生错了，就是我比较老，就这样。没错。也没老多少。老几岁？不到1岁吧。4个月。差不多。对，我比较老。没错。哇，猫可爱都一次考过，好强。你也是哦？你不是？没有啊，我机车好像也考了3次吧。哦，你要讲吗？这可以讲吗？可以啊。你讲。是很好笑吗？我不确定。我觉得蛮有趣。新版的机车不是有一个么字形吗？对，有一关是么字形转弯。我以前没看过影片，所以我一直以为么字形是你要做一个么字形，就是以为那个机车的路线要是90度，没错，怎么可能？所以我很常就是一只脚就掉下来，所以就扣32分，直接出局。结果呢，没有掉一只脚要16分，但我就是会掉2次，你会掉2次，好像是这样。好像是。结果之后我看了影片才发现，它只是要一个圆弧的转弯，天哪！然后你就过了。对。然后那个我机车2次没过，都是那个直线7秒，因为我平衡感不怎么样。对。但是那个过了就过了。没错。对，就是这样。你知道我第一次考机车驾照，就是我也没有人可以借车。哦，你是考那边的机车？对，我借那边的机车。对，你有跟我讲。怎么可能过啊？那边的机车就车况也不怎么样。确实，应该很烂。对。哎呦，这个敲到他们可能耳朵会坏掉。对不起。没关系，我有时候会敲到啦，哈哈。他说他爸爸妈妈，我帮你念，他字真的很小。猫可爱说他爸爸妈妈都被他一次考过吓到，因为他看起来超怕骑车跟开车。没有啊，我也蛮怕的啊，但是我觉得考场还是比实际的道路不可怕一点。可是现在不是有那个道家吗？要路试，对，是没错啦，是没错。别人都说不用怕啦，他们比较怕。其他人比较怕你。对，确实。我们心态要端正。就是怎么样可以不怕尴尬？你就是把尴尬都留给别人。没错，都留给别人。对。0287说他还是很怕开车，我也是。对啊。我也蛮怕的，我都开超慢。很怕。对，但是给 game 还是会开啊。对啊，还是要开，不然就是不会开。真的，越不开你会越怕，然后你就真的不用开了。没错。真的，就偶尔要逼自己一下。尴尬夫妻，我们很尴尬吗？我不确定，可能有一点，可能比平常尴尬一点，因为平常跟来宾都比较没大没小。你说你吗？我啊，对啊，我就不顾虑其他来宾的感受的。那你还是可以啊。你看你多特别。哦，好吧，我们继续。好。趁大家不注意，我们来看一下。排名都没有，0287追上来了，恭喜你成为第4名，然后猫可爱跟伊藤绿茶还是在23，好，厉害哦，那我们继续，现在只敢开平路，不敢开高速公路。我妈的做法是怎样？直接抓你去高速公路？对啊。你觉得高速公路比较好开，对不对？因为比较直。然后也不用让来让去。对。别人如果要超越你，他们就是自己超越就好了，不像平间道路可能。0287也是这样觉得。对，没错啊。但我跟猫可爱一样，我比较喜欢开平面。哦，车速比较没那么快。对，因为我怕快。我就是会怕快。所以
我觉得可能是分为会怕快的人跟不怕快的人。对，对不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停车场开。啊，至少你撞到的都是静态停在那边的车，可能不会死人，就是会赔死而已。是这样子吗？不是啊，哦，不是哦，不是不是哦，啊，不是哦。想多了。啊是，那好开是好开在哪？就跟你在那个那什么驾训班一样，你考那一场一样啊。好类似的感觉啊。对啊，哦不哦，他应该会感觉停车场那种空间会训练到你，就是必须要很会抓距离之类的哦。之类的。然后你也可以倒车入库或路边停车。练到吐。对，对，没错。然后要缴停车费才能离场。我们之前家里附近有不用缴的啦，所以我妈也是会带我去那里。哦，你妈有蛮多小技巧的。对，小蛮酷的，技巧。蛮酷的，蛮酷的。好，大家学会以后要带别人练车，可以看看要不要这样做。要赔啊，要赔啊，自己想办法。不要撞，不要撞，不要找我们，不要找我们，不要找我们，我们只是提供参考啊。意见，对对对对对对。好，趁大家不注意，第5题，我们好像拖比较久哦，真的吗？怕大家累了。大家会累吗？要朗读吗？我们一起吃过烤小鸟呢，还是我们一起吃过鸵鸟肉，还是我们一起吃过鲨鱼排？哪一个是错的？不知道难不难？我想一下啊，我们还有吃过什么奇怪吗？我们还有吃过什么奇怪的？就不知道是有没有吃过飞鼠啊，有点想不起来。对啊，我印象中没有，但你印象中有，对不对？对。总共几题？今天总共15题，所以好像也还行啦，其实也还行。应该平均，很难哦。我觉得这次题目是最难的，因为谁知道啊？微积分比较简单吗？要确定搞不好有人会微积分啊，而且那个是平等的困难，就是大家都不用想，都不会。对啊，我们这个是靠猜，靠猜，靠蒙。对，大家想一下。没错，就是谁会知道我们那么多事啊？又不是什么躲在衣柜天天看嘛，对不对？刚不是有人躲在我们衣柜吗？对啊，没关系啦，那个早晚丢到山里去。好，那只有一个人答对，哇，太难了。鲨鱼排，大家觉得有2个人觉得我们没吃过鲨鱼排啊？跟大家讲一下，烤小鸟是在南投吗？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原住民的区。对，然后就是有那个原住民料理的，对的摊位就对了，反正那边是观光区，然后就有一些对那个汉人来说比较稀奇的，没错，里面就有烤小鸟，吃起来就是鸡肉。我就记得那一摊好像有飞鼠，但他没印象。对，我没印象，我不记得有吃过飞鼠。不知道如果有还忘记，应该就是吃起来像鸡肉。但小鸟也像鸡肉。对啊。这个跟这一次的题目没关系，但是我没记错的话，你有吃过青蛙？是你吧？哦，你没吃过？我没吃过啊。哦，那只有我吃过。但我小时候会徒手抓癞蛤蟆。好酷哦！抓来是可以吃的吗？不行，就放掉了。哦，好吧，所以是在田里就抓来。没有，在我家门口的水管。为什么会有？我怎么知道？它就在那边哇哇哇哇哇啊！听起来好可爱啊！抓起来怎样？黏黏咻咻。我都忘记了，小时候幼稚园太久了，好吧。我们是有机会一起抓。不要。太虐待了，太恶了，现在会怕。对。小时候没有在怕的。对。好吧，鸵鸟肉没吃过，你从来没吃过。我也从来没吃过。是哦，我怎么记得你吃过？没有，我只有吃过青蛙。哦。鸵鸟肉是有想吃吃看，但没吃过，因为听说台湾找得到，有一些铁板烧。我听说过有人在铁板烧吃过鸵鸟肉。要确定他还跟我说不错吃，叫我有机会可以吃吃看。要确定不知道，可能也像鸡肉吧。对啊，他会不会拿鸡肉来混？鸡肉比较便宜，是不是？对，有可能。然后鲨鱼排有。鲨鱼排我们一起吃的。那个外面买得到，因为鲨鱼的肉不贵啊。对啊，鲨鱼本来就有什么鲨鱼烟之类的，它本来就是买得到的肉。它其实好像是这里面最不稀奇的。对。然后我记得是在澎湖吃到的。我记得在
你记得在彰化，现在立马来不知道查。哪个是对的。对呀、对，反正我记得是澎湖，然后就是薄薄一片，然后就踩，嗯还其实蛮干的，吃起来对，蛮干的，很干，对但是跟鸡排也很像。很像那种廉价鸡排啊，对，就是很薄然后很干的那真的耶，种鸡排。澎湖湖哦，县有。对对对，我记得就是那个地方，对，那应该是澎湖啦。没错，哈哈哈哈。好，不知道后面的题目会不会比较有趣，都不敢吃哦。还好吧，我觉得鲨鱼排听起来是最不恐怖的耶。嗯，上一盘最不恐怖，如果好吧，可能有些人从来没吃过鲨鱼肉吧。就是鱼肉，对，它完全吃起来就是鱼肉啊，就是鱼肉啊。没错。他可能也拿鱼肉来混，我们也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没有啦，鲨鱼肉真的不贵，对，最贵是没那么稀奇。没错，烤小鸟倒是蛮贵的，是吗？忘记了，因为它肉不多，骨头超多。我忘记了，有你骨忘记了哦头吗？？我记得有啊，我记得它就是骨头有点又多又碎，然后就拿它没办法。那是像鱼翅吗？鱼翅哦，感觉类似吧，就很小的骨头。是哦，对呀、猫猫卡爱吃过、哦，他说鸵鸟肉吃起来像牛肉。哦，有吗？我没吃过鸵鸟肉啊，我不知道。哦，在讲鸵再讲，鸟肉，对对对，讲到鸵鸟，啊，有机会再试试看。对，有机会试试看。排行没有变呢、大家加油啊！大家加油啊！打倒猫猫可爱，还有打倒那个娜娜，打倒娜娜，打倒娜娜。好嘞，第6题，请问哪一个是错的？火少帮火蛇剪过精华，火少帮火蛇剪过头发，以及火少帮火蛇刮过痧。我觉得这题蛮难的，但是你不觉得？对，当事人不觉得？好吧，问当事人不准。哇，上次方也吃过鸵鸟肉，他说鸵鸟肉是真的好吃，好酷哦。我以为也很柴耶。我不知道叫我想象，我也会以为，当然是选错的，我们永远都是选错的哦。今天全部都是选错的，没错。我应该打在标题，请问哪个是错的？好好，下次改进。好。选错了，选错的，选错的。哇，哇，那你是对的，因为你说很简单，哦，那大家都选对，大家都很聪明。对，大家都很聪明。这有什么好讲的？就是因为你下班就累死了，你怎么可能帮我剪精华？对啊，不可能，不可能。对，叫那个谁，嘉玲帮你剪。不可以这样子啊！等一下我被延上。哦，那帮我禁掉。哔。好，我等一下把它剪掉。好，那剪头发有什么好讲的？没好讲，就剪刘海而已了。对，就剪刘海，剪得还不错呢。像披头士的那个约翰兰农，是蛮可爱的。蛮像的。喂 Gaki 早安，欢迎欢迎。早安。Hello。然后你帮我刮过痧，还蛮长的、就是因为我蛮常在中暑的。然后就真的没办法，就会刮个痧这样子。变成刮痧大神。对。剪过的话，会把剪辑师打在说明栏，有道理耶。对对对。哦，你有我的说明栏就对啊，但我会写那个剪辑师火蛇，然后挂号我就是火蛇。哦，是啊。对，没错。很无聊的人。披头士很好奇，有机会再说。对。好，来看排名有没有变化。028。往上超越喽，超越喽！对啊，哎呦，很变哦，真是太 hit 了，太 hit 是这样用的吗？我们哪有乱用啊？我们不会，从来没听过。对，第一次学到这些词，没办法。没错。对。好，我们继续。来。这题很有趣。我们2个人加起来有6颗智齿。选错的，我们2个人加起来有2个阑尾，超棒的，这题目超棒。以及我们2个人加起来有5个刺青。这题好快哦，是大家都很会选，大家都很果断呐。对。谁选我们2个人加起来有6颗智齿是错的？他觉得我们有5个刺青，加起来有5个刺青。好，公布答案。对，那首先呢，我们2个人加起来有6个智齿是对的。没错。你几颗？我2颗。我4颗。对。加起来总共是6颗。今天数学小教室。好像国小。对啊，
真的有那个潜力耶。好，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2个阑尾，因为我们都没有割过阑尾。没错，我们的阑尾都很健康，对对虽然它是一个没屁用的东西。对，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算健康，对，是不是不能这样讲？没有啊，阑尾真的就没屁用啊这个火蛇好卡，。真的假的？阑尾是人类不需要的东西吧？对啊，对，好像是其他动物才需要。真的、我很卡哦，是我的那个动捕好像，它可能会捕到我的。对，它可能会捕到你的，好吧，没关系，那大家就知道平常那个高青火蛇也是很珍贵的，是这样子讲的吗？应该是卡卡的火蛇比较珍贵。卡卡的比较珍贵，不是天天有，有道理耶，对有道理，有道理，太棒了。好，然后我们加起来有个事情，没有刺青，对因为我怕痛。对，有可能会刺，但是还没有想到很想刺的，然后又怕痛，所以就不会，就是让我想刺的那个门槛就会很高，嗯，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计划，再想想。再想想。好，那我们继续。好，智齿有什么好讲的吗？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拔过智齿。对我有拔过，所以才是2颗。对，就这样。嗯，拔智齿是一定要拔那个对称的吗？就是上下一组还是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哦，没有规定哦。我以为会有什么咬合的关系，没有。没有，除非你刚好都是不正的，他才会说你就一起。全都拔一拔这样子。如果是4颗一起拔，你就是会住院，然后麻醉，你就可以请就直接书面保险。哦，但是如果你是好像拔2颗就是在门诊拔就好了。然后就不用书面，就不用麻醉，不是不用麻醉，但是就不是整个人睡着的那种。对，对吧？那个叫书面吧，忘记了，还是讲法不一样啊？反正应该要讲不用全麻，麻醉了，不用全麻，其实静脉麻醉也算一种全麻。太专业了。对，太专业很难讲啊。好，唉跳过。跳过。哦，今天是 YT 卡哦，好吧，大家该念咒语了。我爱 YouTube Number One。是啊，最近一直都这样就是不只有我，大家都很卡。对，不知道是怎样。太诡异了。对，这是 VTuber 的噩梦。嗯，来，我们看看，哇，排名没有变化，猫猫卡爱还是第2名，好强。然后娜娜是第1名。对，没有人要竞争第5名吗？好吧，没关系。只有3个人在玩，我难过啊。 4个啊，4个啊，你是不是可是忘刚刚那个了谁选择题都加起来只有都3 3票是个。吗？对啊。那有可能有人先跳出去了哦，啊！画直条对第1还是卡哦，好过分哦。太难过了。嗯，那跟不上我们的 tempo。好吧， 1、2，请 YouTube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来，唐突进入第8题，这全部都是你的事对啊，我就是喜欢趁大家不注意。来，请问哪个是错的？选错的啊。错的错的。对，你幼稚园拿过珠算前3名，还是你？大家都觉得小学生不可能没有迟到过。很聪明耶。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就想我幼稚园你有说一个？珠算，哦，好，你先从那个幼稚园的珠算。其实大部分都拿到第4名，只有最后一次拿到第3名，我阿公阿嬷很开心。那就是拿过嘛，所以拿过。对有一次就是拿过没错拿过，对。很好笑，很可爱。真的，我永远都是第4名。然后就最后那次就拿第3名。对。哎。好，然后再来什么？小学迟到。我唯一最有印象的一次，是我起来吃早餐之后，然后我是在2楼吃早餐，吃一吃累了，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睡着，然后醒来之后就发现，哇，整个直接睡过头，整个大迟到，哎呀也没有啦，好像赶到早自习吧，那还好啊，是还好啊，不是早自习到就可以了吗？可是那时候我们的年代早自习是要到的，对啊。你是早自习到一半的时候，对，就快要早自习这样子，然后我就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脚很麻，然后我就拖着我的脚麻，拖着你的马脚，对，我的马脚，很麻的脚，努力的赶去学校这样子，跑过去，没有用走的，拖着你很麻的脚坐11号公车过去，没错，脚麻是要安怎行？脚麻去是要怎走？对呀，虐待，好。我觉得很好笑
吃到很累，所以睡着。应该是早起很累吧？太早起哦，对啊，小时候都好早起哦，怎么有办法？嗯，想想就真不可思议。不会啦那，时候我也是6点多，还是就6点多就要起来了。6点多也太早了吧？哦，因为因为我离我的国小比较远，哦，所以还有就是我妈都很怕迟到，她哦怕自己迟到，也怕我迟到，所以她做任何事情都会提早找到一个夸张，就是如果她跟其他人约要见面，她就会早半小时、早1小时到。以前很夸张，我有印象跟你讲过。没错，所以我就6点就被挖起来。嗯，没错。啊，然后你国中被电动栅栏敲过头，那个电动栅栏就是那个停车场的那个，会就是那自动放个下来的。看到有人过会上去，然后没人的时候是会下来的那个栅栏。然后那时候是怎样？是你要跟着前面那个人进去。没错，就是我是骑脚踏车上学，然后我就是想要跟着前面那个机车出去，结果呢，我想说我可以，就殊不知我骑到一半的时候，那个闸门直接就敲下来，对敲到你的头。对，然后它很快就弹回去这样子，还是那个量身高不是也是那个敲一下然后就弹回去，差不多但更痛一点。但更痛一点，因为它不是拿来量身高的。没错，哦，这个听起来蛮惨的。至少我没撞坏，至少不是像你那个。人家开车直接啊，那个不是那个是限高的。差不多啦，限高哦。对，它就是会有一根杆子说，超过这一根杆子的车不能开进去。大家没来看，他就开进去，然后就把它撞了。但是那个会撞坏啊，那个不是通常都是很浪的东西吗？我忘记了，反正他把它撞歪掉了。哦，对，然后就赔。对，没错。好，那我们看一下排名有没有变化，我蛮好奇。哎呦，没有变化哦。再撞一下应该能恢复原状。对，就是说那个时候，对他直接倒车再去撞，没错，然后就掉了，太聪明。好，我们真的没有第5位角逐的，好吧，没关系。没有人想要我的画画。那没关系，我还是我加入，我自己出题，自己当裁判。来，趁他不注意，哪一个是错的？你曾经是知名无名小站部落客，无名小站是什么？你少来了你。很平均哎，我就想看这种，我就想看这种，可爱好笑。来，无名小站是什么？请广大的网友解答。对啊，你们知道无名小站是什么吗？我是不知道啦，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还出这个题，不知道还出，对啊，就网络上看到好像有个东西叫无名小站，就以前很喜欢，再装就不像了。没听过呢，再装就不像了，再装就不像了。对，好，最喜欢到别人的小站听歌了。哦，那是什么？好，我知道，就是可以放那个，反正就是放流行歌，放自己喜欢的歌，没错。然后你一进那个站，它就会开始播。没错。对，然后这是错的。只可惜我不是。所以你是不知名的无名小站部落客。那时候应该大家都会，就是至少自己会开一个嘛，给朋友看，对，又可以留言什么的。对，然后这是一个可能有在用电脑的人应该都会想要玩一下，应该会吧？会啦。对啊，连我都有，虽然我已经忘记了，不知道都听爸爸妈妈讲哦，是吗？谁来我家？什么是谁来我家？没听过。哦，对，一定要那个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把你当朋友。没有来看还敢当朋友，笑死！小时候不是都会计较这些吗？怎么会有这种功能？我觉得我那个希望 YouTube 也可以有一个谁来看我的台功能。很久谁没有出现了，就可以说，你怎么没有来看我的台？那要都有留言啊。对哦，是没错，有些人看了不留言的。好了，没事。好。然后你曾经是那个投篮机游戏纪录第1名，你要讲这个吗？没想到吧？没想到吧？对，我就是第1名，就这样。哦，好，不能再讲了。没有了，可以了。就我小时候会爬
那时候跟姐姐玩，然后就爬进投篮机里面，然后姐姐就丢球给我，然后我就把球丢进去这样子。哦，你前几天跟我讲的时候没有说你跟你姐合作哎，你只有说你爬进去。不可能啊，因为不可能球会滚自己一个人下去啊，哦所以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哦，反正你们就是用了。见招，好，我原本想要委婉一点的，但是对，没错，你们用了特殊小技巧。没错，哎，不要学，不要学，很危险，很危险。小朋友才可以学。也不能啦，因为照理来说，它就是没有设计承受小朋友重量，所以最好不要。还是我可以放大？其实可以，从来没想过。笨死了。对，好，没错，相簿锁密码只跟好朋友讲。对，没错，那时候会手。对，听起来超不对，小时候不懂事啊，对啊，就是现在招不行了。哈哈哈哈！请大家不要叫小朋友这样做，哈哈哈！也不要这样做，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好，就这样。而且如果隔壁就是他那种不是会有好几台并列在一起吗？如果隔壁也在投球的话，你头就又要被砸到了，很危险因为那间很小间呐，生意不好。对啊，就是某个店家下面会有的投篮机，附设的就对了。对啊，好吧，反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没错。好，再来，你曾经打夜市 BB 枪满把？没错，没错，我拿那个长枪啊，就是那叫什么步枪的那种的。哦，对，造型是步枪就对了。没错，一支200，普通的一支100，手枪100，步枪200。对。那步枪比较好用吗？我觉得比较好用啊。哦，你比较喜欢？对啊，也比较好瞄准哦，比较炫。重点应该是比较炫。对，我手枪是都没有盲把过。哦，是哦，从来就是只要是手枪都没有，只有差一点点过。我好像有，对不对？有啊，你没有，没有，你也是差一点点，我也是差1颗还是2颗？对，那个步枪你就是趴在桌上，哦，它是架在桌上，对，你就随便你架，你可以架在桌上，你要立射也可以，对啊，你要趴下也可以，没有，它有桌子，那就挡住了，对，趴下，那个只要有当过兵、有打过靶的，就可能就是趴下就会很有感觉。我不知道啊，我当已经有人动作了，因为我当4个月，所以我只有体验过趴着的啦。听说好像，那个就上次我有跟一个有被抓去教招的人聊天，他那时候就有分享到他那时候就有教招的那个时候就有学站立的，跟好像坐着蹲着的，反正是不同姿势的设计，好像那个扯太远，对啊，感觉好像很酷。好，不过有一些夜市那个除了 BB 枪，还有那种是射箭的，我很想试试看。哦，也是有玩过，就拿弓，我没有玩过，也很难。有机会很想试试看。对啊，我们那时候还在说手枪也可以握射。对，我们前几天在讲这个时候，我又在乱讲话，说手枪也可以握射，没错，不可能，这个太好笑了。就是你能想象，警察抓小偷，然后就是拔出手枪先趴下，太好笑了。听起来差不多。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因为只有娜答对，不是？等一下好，没事。来，我们趁他不注意。第10题，这个劲爆的，选错的哦，只有一个是错的哦，只有一个是错的哦。火扫会穿火蛇，你自己说可以放的。对啊。对，火蛇会穿火扫内裤，还是火扫会穿火蛇的裙子？只有一个是错的。蛮聪明的嘛。那有一个人选的是你不会穿我的内裤，然后另外2个都对。没有人选火扫会穿火蛇的裙子，想不到很合理吧？好，那你要跟大家说为什么你要穿我的内裤吗？就比较舒服啊。他是用穿不穿得下来推论，他说有道理耶，他好聪明哦。没错，就该这样推。确实，他思路蛮清晰的。但我猜那个会选我没穿你的内裤的人，可能想看你穿我内裤。这种事想想就好，不要跟我说。不要跟你。对，反正就是4角裤穿起来有时候比较舒服就对了。对啊，我们是蛮舒服的。
我应该是没办法穿你内裤。首先穿不下，再来穿不下，对，对，第三点还是还是穿不下，没对，办法。然就是这样。后啊，为什么你会穿我的裙子？就是之前还有想要女装的时候，我有买裙子，结果最后变你在穿，穿过一次了。也就一次，对，也就一次。但我也只穿过一次，对，所以我们那个叫什么？我们也不算扯平啊，这叫什么？我们各一次，耶！对，在讲什么？尴尬。对啊，好啦，那趁尴尬的时候来看有没有人追上来啊？没有。哇，差一点。可以问什么风格的裙子吗？蛮普通的，就是黑色，有点像蛋糕，也不像蛋糕裙，算蛋糕。它算什么啊？蛋糕嘛，也不算百褶，完全不是百褶裙。蛋糕裙是怎样叫蛋糕裙？蛋糕裙不是，我觉得百褶裙还比较像。但是没有百褶，十折吧，十折，十折，它是九折。弯的，有点像它的女生布比的大波浪较嘛，，对，然后是快到膝盖，差不多吧。对，就这样，好难描述哦。有点难。就还算可爱的裙子。对，对，对，就这样。好，耶，我们继续。耶，对啊，你要大开杀戒啊！没有啊，我要怎么大开杀戒你怎么？声音变得那么 rock？ 好，来第11题，选错的哦，再三强调。这个好像蛮难的。我们是因为共同喜欢的动漫所以在一起，还是我们曾经共同创作剧本杀，还是我们曾经一起去手做戒指？来，我觉得这个蛮难的。好啦，我每一题都觉得蛮难的，自己写就自己觉得蛮难的，蛮难的。哦，有人举棋不定哦，最喜欢看人家举棋不定，哇，好平均哦。又各一个了，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因为共同喜欢的动漫所以在一起。也合情合理啊。它是哪一个动漫？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哦，你喜欢哆啦 A 梦？我小时候超爱哆啦 A 梦哎。对啊，他小时候都很爱。可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才在一起。对。对，我们一开始也不知道对方有看哆啦 A 梦。怎么可能不知道？应该有预设，大家都有看过哆啦 A 梦。对啊，他小时候的。确实那你有看过忍者哈特利吗？有啊，但是那是国小。我好像也差不多。哆啦 A 梦都是国小吧？幼稚园，因为幼稚园就看。幼稚园就看哆啦 A 梦了。没错。我幼稚园比较少看电视。我幼稚园也很爱追。我幼稚园在看天线宝宝啦。也有看。妈妈。完了，有人都说小叮当，我抓到。刚什么？年纪啊。小叮当跟哆啦 A 梦是可以看出年纪的。没错哎，对，没有啦，他都听爸爸妈妈讲了。对，以前静香叫什么？叫怡静啊，我怎么会知道？为什么会知道？然后胖虎叫季安呐。对，小夫。叫小夫。哦。有人发气耶，0287说打不赢了去洗澡。不行。不行，不准洗澡。对。你带手机去洗一边玩。对，后面的题目也很有趣哦。对呀。然后大雄也叫大雄。对。小三也叫小三吗？好像不是哦。叫聪明哦，陈聪明、林聪明。林聪明是砂锅鱼头。对。那应该是陈聪明。要确定他叫聪明吗？有人手机要没电，好，那没办法。忘记了叫什么了。我们不是要一起打倒榜1的战友吗？对啊，0287。对啊。好啦。充个电，一边充一边看。叫人家不准洗澡就对了。对。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共同创作剧本杀。就是呢，我们其实没做完，我们只开了一个头。反正那时候就是看到网络上有一个梗图，就是什么美国什么有人闯进人家家里面，然后把他就什么都没偷，然后就把人家的猫剃了一个高速公路给他剃头。没错，超可爱。就觉得那个很好笑。然后那时候也是刚开始养那只臭猫。对，刚开始养家里那只猫。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像写一个这种故事还蛮好笑的，就如果大家有玩过这种剧本杀这种东西的话，就是通常是要抓谁是凶手。但我们那个就不是要抓杀人犯，是抓那个家里到底是谁剃了猫的头。没错。很好笑。
对啊，剩4题耶，剩4题，再陪大家陪君子一下，对嘛对嘛。对嘛对嘛，撑一下，大概10点多应该就放大家休息了，因为火烧应该蛮累，还是你还好？运动加精神。运动加精神，好，那我就是那个水时数精神多开一点，可以慢慢来，可以啊，这么好。我说臭猫还是丑猫？我说臭猫啊，虽然我有时候会叫它丑猫，对，都有它。有一些表情很丑啊，但是丑才可爱啊，同意吗？丑萌猫。对对对，丑萌丑萌。啊，那反正就是我们就想要写这样一个剧本杀，但是没写对完，，没写完。可惜了。真的应该很好史诗玩。巨作，好了，有机会再捡回来写一下。对呀我。看最近是没机会。唉，好可怜。好了，然后我们曾经一起手做戒指的，这个有，有啊，有这个有，就是大家也可以找一下，应该没有很难找，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可以，银戒指。对，就是体验，算精工体验吧。对，然后我们是做银的，然后就是那边的人就会带着你做，就可以做。对，哦，落山来了，来看呢。你好。火烧好看，对，感谢欧拉夫画的非常美艳的，对，感谢欧拉夫，赞叹欧拉夫。他蛮厉害，他画图超快的，他就是刚刚就突然就画了。哦，是刚才画的啊。应该吧，反正就是他就是看到那个你要来，所以就很迅速的画了。很厉害耶。对呀、题目都在通灵，猜错很失落，你会习惯的。这就是活蛇的节目，对。都长这个怪样子。没错但是重要的是过程，对呀。你拿到什么分数，那个看运气。陪我玩。对，陪一下啦。好，我们来看有没有人凭着运气爬上来，没有。好，对啊，落山啊，今晚要来参加妖会虎哦。系啊。剩偌济3题，三题，看你的。看你偌高，嘿。听起来好呛啊。不会吧？好，我们很唐突的进入第12题，哇，是怎样？选错了。火扫下班会闻火蛇的腋下，还是 How to win？ How to win？ 有人觉得赢不了是吗？因为那个第一名太强了，第一名哪太强。好，无视他。你知道今晚姐冲啥？好，今天那叫什么？今天认识我？对，就是很唐突的跟大家分享我跟火扫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你们可能也不想知道的事。但是3个里面有一个是错的，3个里面有一个是假的，请大家选出来哪一个是假的。好，那等一下哦，所以你下班会闻我的腋下，这个是真的。对。你要跟大家分享吗？就是好像有一个研究说什么？说什么？会减轻压力，就是那个闻伴侣的腋下，会有什么费洛蒙还是什么？对啊。然后就是那个曾国成主持的一个节目啊。哦，是那个叫什么？欢乐智多星吗？我有点忘记了。想不起来叫什么。反正就是有那种节目，对，然后就是里面讲的就对了。对。是那里面讲的。对呀。我以为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没有。对，总之就是知道这件事情。干嘛？哇塞，是怎样？很唐突，不是？我们就是无拘无束。对啊，大家可以试着。对啊，试着怎样去闻你喜欢的人的腋下。对。对啊，好，对，这个叫无紧无气才当吃饱字，我们不要有太多禁忌。不是，人家是文艺少女，有什么问题吗？文艺气息，不可以吗？对啊，不可以吗？你看，怎么好不行？这有什么好墨镜的？这还好吧？这应该不是墨镜不墨镜的问题。那可能是要戴口罩。太过分了吧？好了，这个我们还是进到下一个。下班会一起运动没有？没有。很懒，我很懒。我也很懒。对，累死了。今天有个较熟悉灰色啊，对，知道一些不一定想知道的。
对，包括闻一下，对，包括你是文艺少女这件事情。没错啊。好，然后再来就是你下班会刷手游，然后我被晾在旁边。嗯，没有人怀疑耶，没有人认为这是错的。这3个里面应该是最合情合理的。看起来怨气很重哦，还写那个被晾在旁边。没错。也还好啦，反正现在我被晾在旁边，我就可以，我也有游戏可以玩啊，我可以玩剪片游戏，或是做缩图游戏。那我们有时候有一起玩呢。对，你那个有一个双人的，有时候要我帮忙一下。哦，你是说我们会玩其他游戏？对。啊，对。是在哭。哦，你都玩什么类型的手游？我觉得因为没有业配，我们可以讲个大概，就是 MMORPG。对，我就是最常玩这个。对。但我都是选男角。哦，你都是选男角。可是那个游戏现在可以变性了。对，但我不会变性。我是说我不知道去哪里变性。哦，你不知道怎么变性？对。不知道要不要花钱哦？不知道。因为它也是花游戏币而已，还好。是没错，那感觉也蛮麻烦。总之就是 MMORPG， 然后每天都要解一堆任务。对啊。解超多任务，那个系统很多还是 MMORPG 都这样。对啊，都这样。就是要挖矿啊，然后又要干嘛？反正很多事要做，就越来越多东西啊。以前可能就是单纯挖矿而已。你被工会踢掉了没？还没啊。因为之前有一阵子你有一段时间都没上线。哦，那个工会直接解散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那个工会还在，只是人都不见，也有人还在。全部变成不同。哇，忒修斯的船。这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一艘船，它那个零件一直换，然后最后整艘船的零件都跟原本不一样，请问它还是原本那艘船吗？是。如果有个工会里面原本的人都已经不在了，现在都是新的一批人，它还是原本的工会吗？不是。可是你还在啊，这个工会没你不行。对，我是病毒。你是病毒啊，几乎都一条龙的任务。原来对。因为我真的没什么玩过 MMORPG，所以我是真的不知道。对，忒修斯之船没错。我刚刚说忒修斯的船吗？意思一样。听得懂。对。好。反正就是这样。好了，有没有人追上来？没有，大家都好绝望啊。对，不要绝望，真的。不要绝望，说不定第2名有奖品。对。说不定第1名是我的猫。对，有可能。他在旁边很认真在参与。哇，这个有趣的，大家最爱的吃瓜题，可以这样说吗？啊，对，大家说想知道我们恋爱的事情。对，恋爱史，好啦，还是有一点啦。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早知道不要写那么多次，感觉写越多次越像假的。当然很好笑啊。是没错，本来要写8次，对不对？我说8次，大家一定都觉得那个是错的。对。好，来一个一个分享。我们曾经论及婚嫁，我们前天才讲这件事情。没错。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可以节税。对，我哥是会计师。然后他跟你说的嘛，他有算一下我们的那个。对，我们就不要讲太多，反正就是他算一下，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有结婚的话，会比较省。没错。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还是我们去登记。对啊。省钱很重要确实很重要。但如果我们离婚怎么办？那怎么办？我拼到了一半就是你的了。不是整个给我啊？那就不要离婚，就是整个都你的对不对？是什么意思？还没结婚吗？还没。法律上还没。还有分不法律上？仪式上也还没。对啊，仪式上也还没。就是称呼上有。我也没叫你老公。可是你妈就是她讲话的时候很习惯会直接说我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对，我不知道，可能是刚好他们都是这样讲话，因为也不只是对我们，他对他的朋友好像也会这样讲。是哦，没注意。反正就是还是对其他亲戚的另一半也是会直接这样讲。有人说给我去结婚，请包礼金。喂，又贪财，好坏啊！怎么有这种主播？我们可以送喜饼，他们寄。我们要线上那个吗？好了，如果真的有结婚，应该是可以来个线上的，给大家参与，好像不错。好啊，好像那个。到时候你就要有个皮了。可以，我可以拿我游戏的皮。
游戏的皮吗？那个要授权嘛，没关系。哦也许哪一天这个就会动了，有可能。对，好，线上结婚一定包很多，好了，不用了不是因为有红包才觉得要办的，是觉得对，就也可以啊，也可以，好像不错，很会蛮有趣趣的吧？对啊，蛮有趣的。但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对，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嗯，好，我们曾经远距离恋爱，就不要讲哪里，反正就是大家都有。就疫情的时候，对，疫我情的时候们那时候真的是分隔在有点距离的两个县市。没错。对，但我们也有一起确诊过，但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住在一起的时候，对，对。等一下，我确诊几次？一次，一次就那一次。对，不是我们疫情分隔两地的时候，我们都没确诊，对然后我们后来一起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又有疫情，对，然后我们就一起确诊了。嗯，那时候吐到快死。哦，对，那时候是它很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对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严重疫情超级严重，真的。幸好没事。对啊，反正现在还在，没事。对，要吃虚拟婚宴大餐，真的，食物请自备，美酒请自备。一起敬酒，对，虚拟敬酒啊，对酒自己准备啊。没错没错。我们曾经分手5次，没有啊，0次。确定吗？确定啊？这还可以不确定哦？是怎样分手？然后我不知道，只有你对知道。只有我。所以你有一个小本本，在小本本上写，我的心已经和他分手，是这样子吗？对，有可能。真的假的？有这种东西啊？有我的小本本。你有小本本、真假？你有小本本啊？没有，没有，好。有小本本也不会是写你。哈啊哈啊！哈，怎样？小本本要写谁？写其他上班更不开心的事。我以为是其他男人，吓死我了。我想说，真的假的？太扯，吓死我了。烦死了！我还以为今天直播这么劲爆。哇，直接当场分手。不要啦，又不是分手擂台。虚拟电子花车开回来，对，到时候可以重复利用一下素材。虚拟电子花车会请主持人吗？我怎么觉得如果有办的话，我就是主持人。有可能不。然是怎样？找别人当主持人，就是开在别人的台，我要去别人的台结婚哦。其实也蛮好笑的，好像也不错哎。其实也不错，对，好劲爆啊！可以哦。有愿意当主持人的再跟我说，虽然还有一阵子。那个愿意当主持的人呢，先不要毕业，再撑一下，再撑一下，要撑很久，要撑很久。对，好，我们继续。不是，也不一定要已经在当 VTuber 啦，还没当的也可以啊。你们可以为了当婚礼主持人出道啊。可以。嗯，太棒了。对啊，礼物来主持，依礼来证婚，没关系啊。猫猫可爱，你也可以出道啊。可以。可以，大家都来。对，你们比赛谁先出道？可以一个出道当主持人，一个当什么？还要什么？证婚人，然后电子花车，然后嘞，花筒哦，伴娘伴郎啊，反正有很多位置，大家可以都出道。可以。好，第1名分数是2倍，没办法。对耶，差不多。这个那怎么不说第2名跟第3名是3倍？真的耶。大家我觉得是分数，毕竟这些题目对大家来说就是不可能知道答案。对，对，本真的不来就是一个强求，真的不公平的比赛。没错。老师会做错啊，威啊，也可以代位，可以负责帮忙收礼金，但是不能私吞，不可以。如果是线上也很难私吞。确实，为了什么出道？为了主持我看的主播的婚礼，很酷吧？很可超爱酷哎！可以。然后就叫什么证婚系 VTuber， 哇，这个比那个，因为确实有那个那叫什么，是叫媒人系吗？月老系有月老系 VTuber， 很会帮观众牵线的。真假？有。然后他本人呢，很想要找到另一半都找不到。哦，对，有这种的。那也可以，证婚系 VTuber 感觉也蛮酷的。对，有料。要很会讲证婚词。对，请出道，谢谢。谢谢。唐突进入下一题。好。来，哪一个是错的？我们曾经以为捡到的流浪猫是石虎，以及
我们中秋节都会跟火扫的亲戚聚集玩桌游，还有我们只要经过太古达人都会打一次，蛮难的。好吧，我突然觉得很简单。有2个人都选到，耶！那你有讲过这故事吗？没有？我们现在讲，也没什么好讲的，就是捡到流浪猫要带它去看医生。对，对，一定要的，就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有什么需要先处理的一些，因为毕竟流浪在外面很有可能有一些毛病，对，或皮肤病，或毛病，毛的病，对，好，然后反正那时候那个你妈妈也一起去，对，然后她一直在想那个是不是石虎，对，然后一直问医师，医师就有点无奈，但是还是笑笑说不是，真的不是石虎，然后还是一直问，是现在这只玳瑁，对。没错啊，没错，有看过照片吗？有，我在 DC 有放过然后上次有画，我给你看，我画的很丑那个很像，那个很像。对，他想说玳瑁完全不像石虎，那你知道吗？我也觉得，医生也讲了很多次，不是，医生感觉也很想笑，对，他是有点无奈，但是又好气又好笑。对，我觉得还是气到笑。一开始是笑了，但因为问太多次了，所以可能觉得有点烦。没错，对，很好笑。对。他之前要去买猫砂的时候，然后跑去柜台问，请问有卖沙猫吗？对，因为他讲话那个顺序有时候会蛮自由的，调整一下。对，他厨余也会讲鱼厨。对，厨余会讲鱼厨，猫砂会讲沙猫。对。然后不知道柜台会不会很紧张，想说是怎样沙猫啊？捡到虎斑才会怀疑是不是石虎，有道理啊。至少比较像啊。对，确实没。是对，反正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小趣事。对，不是我们没有以为，我们没有以为。好，另外2个都是对的，就是中秋节都会跟你的亲戚聚集玩桌游，没错，这是你家的传统。对，就是有一位你的亲戚固定会揪同辈的一起玩。对，然后就是有伴侣就会一起问要不要来。没错，我就是那个被带去的伴侣。对啊，很好玩，就玩。我本来就很爱玩桌游。对，所以这个传统对我来说我是非常喜欢。对，他有时候也会更新一下，不会说每一年都玩同一种。对啊，就不是那个那个有些人觉得桌游可能是指麻将什么的，不是，就是桌游，就是赌博的。没有赌博。就是赌上名誉的那样子，对，赌上名誉与尊严。没错。玩完之后就发现我不会算数学，有一些要动脑啊。不过对你们家好像聚集的时候不会玩太难的。对，会玩大家都可以玩到的。没错。我喜欢那个捡炸弹，那个我也很爱，我以前超会骗。那个很好玩。亲情啊，感情做好赞，不错。我也觉得，感觉出来你们感情就蛮好。对，还蛮赞的，因为我跟我同辈的生疏，对，比较生疏，没办法体验到。然后我们只要经过太古达人都会打，对，这也是我们的传统。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没错。对，但其实你蛮少听就是太古达人会出现的歌的嘛，对啊，因为通常会出现就是什么 Vocaloid 的，对，然后还有什么动漫歌，然后 J-pop 你可能会听过一些，对，然后但是你比较不听动漫之类的歌，比较不会听到，对，所以反而是我比较熟，但是你不一定听过。对，所以我决定下次打太鼓之前要先强迫你听我的肥宅歌单。可以。好，听完就有得打了。对啊，不然就没得打。太鼓达人真的好玩。对啊。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打完之后手蛮酸的，会产生有运动到的错觉，蛮开心的。我都打得很简单的，我没有这个错觉。好吧，我挑战我自己。好，那最后一题嘞，好快哦，好像也没有很快啦。加油！加油啊！有没有人要翻盘啊？拼一下，完蛋了！猫猫卡还已经是第2名了，然后还是往前，然后娜娜还是霸榜。好，最后一题啦。决战最后一题啦。行不行？大家？行。不行，他们不行，他们很难过。他们难过，不要难过。真的。
对，几百题都他出的，不是我出的。好过分哦。好了，那选一个错的。火蛇会帮火嫂买早餐，还是火蛇？这么快答出来吗？这么快答出来吗？哇！大家都觉得我不会帮你买富列白，是大家都觉得我不会喝咖啡吗？也是有可能啦。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觉得你不喝咖啡？为什么你会觉得大家觉得你不喝咖啡？还是他们没听过富列白这个？所以我有挂号一种咖啡。好吧。来看看大家的想法。好，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为什么你们不会觉得我不帮他买早餐？搞不好你都上夜班啊，都吃不到早餐。上夜班才吃得到吧？大夜下班吃得到，小夜上班小夜是直接吃午餐。有时候是直接吃早餐吧，因为我醒过来。有人以为大家都爱可可岁月新冰了。我真的这题真的是我得意之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加了很多细节，看起来就很像真的，但它是假的。确实啊。对，是一个说谎小技巧啊，也不是啦，没有啦，就是对我精心设计的。感觉火蛇早上起不来，什么意思？那怎么没选那个？他说有道理。对啊，早上起不来，所以没选这个。对啊，觉得我早上起不来，不是应该要选第一个吗？觉得第一个是错的。起得来啦。对，他有时候早上12点，早餐店还开着。对啊，那就是早餐嘛。没错，那就是早餐嘛。起来第一餐就是早餐。对。总之会，不管你吃什么都是早餐。而且你也有上白班的时候。对，像最近就是上白班，我起得来我就会买早餐。对，像今天我就没吃到早餐，因为我起不来。三次方说对了。好，那总之对，我会帮你买富列白，因为你喜欢喝富列白。这是我唯一最爱的咖啡。对，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最后一个，你根本就不爱喝新冰了。对。然后后面这些都是我随便写的。因为以为是你，有个是真的，换燕麦奶是真的。对，我想换。你喜欢换燕麦奶？好喝。对，不管喝哪一家，你也会直接喝燕麦奶，对不对？会。之前有优惠会买一下。对啊。是还不错喝啦，推荐大家试试看。有个香味，甜味。对，有个燕麦香，蛮不错。什么东西并不是？什么？我有点没跟上。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谁是第一名吧。讲到哪了？我们讲到公布结果，第3名0287，对，0287第3名，第2名是猫猫卡爱，还有第1名是伪装成参赛者参赛，但是其实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的你。对，应该看得出来吧？看得出来吧？这么可爱的，这怎么可能拿第1名？肯定是你。对啦，也是。你全对所以是我妈。说不定是我们的猫啊。对啊。好的，反正就是这样子。你不算啦，你第1名不算啦，你还是要提供奖品给猫猫卡爱啦。我只是怕没人玩，就加入一下啊！真的，我以为你是要给大家压力耶。没有啊，我怎么那么坏？我以己度人，我就会这么坏。虽然好像也很少人玩。对啊，没关系，可能今天刚好大家都比较刚好不方便参与，那也没办法。对，真的假的？真的。我们本来就这么打算的。哪有人自己下去，然后理所当然的全队当第1名，然后就这样子不给奖品的？对，我们的猫也是蛮聪明的，真的，好耶！还是大家都来一张。大家都来一张反正参加的人也不多，这样子。对呀，也可以啊。你愿意画的话，你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画的是什么鸟。大家如果有看到就是之前那集那我柯林的那个封面，就会看到啊，是侯嫂画的。是没错啊，那我有画其他人也可以。星期五晚上很多人开台比较撞时间，确实这是超热门时段啊，难怪。对耶，打不赢那也没办法。对，可是你比较方便的也只有这个时候。
好，那我想想，落山最后2题有算到，好，但是我看一下到底有哪些人有参加，看得到啊？可以啊，我应该看得到吧？应该吧？我看一下，可以，我看得到吗？我应该看得，等一下哦，可以啦。可以吗？耶，猫猫只看我们开台，太开心了，是我好害羞。们始终支持者。嘿嘿。阿乌一是谁啊？好，反正我现在取得那个参加者的那个名单了。嗯。对，那有6个人是吗？有6个人。6个人吗？对啊，猫猫可爱0287、一坛绿茶、落山米老鼠跟阿乌一不知道是谁，所以6个。不知道阿乌一是谁。阿威，对，阿威，阿伟，阿伟。我应该没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叫阿伟的观众啊。总之那个阿乌一也可以在 Discord 私讯我，跟我领一下。然后就今天感谢他在这个叫什么非常热门的礼拜5时段，对，谢谢大家，还抖内我。对啊，给你1100让你去吃饭，给我1100，让你去吃好料。耶。好，那总之呢，今天6位参加者，请自己 Discord 直接私讯我，直接加好友就好，直接私讯我可以跟我领奖哦。加你私人好友吗？没有啊，就是我等一下开给你看。好。对，反正就是，对，这是我的 Discord。OK，耶。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可以选要电子档还是纸本的，对。然后可以选一种动物，会算一种动物，对。就这样。对。好。对，你有什么要宣传的吗？没有。真的吗？你确定？啊，我有什么要宣传？你可以宣传那个啊，就是转弯要打方向灯啊。哦，好，转弯要打方向灯。我是没事不要来医院啊。对，不要生病。不要生病。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对，还有什么？有抽烟就戒，有喝酒就戒，吃槟榔也戒。哦。定期健检。好。还有嘞？还有什么？有什么那个？抽血的时候要注意的事啊，还是什么的？抽血要注意什么？不知道，怎样你比较好抽？问太细。有运动就好抽。有运动比较好抽。对。完蛋了。至少没事做个手部训练，那个什么握力器啊。把手练壮就好抽了。对。好。对，生病最怕的就是打不到针，真的会很痛苦。生病就很痛苦，打不到针就要打很多次。对啊。理解。没错。好，你还有要宣传的吗？还要。插头人敢算动物？插头人像木头人，因为他是布袋戏偶。哦。所以他算一种插头人。哦。你觉得算动物吗？他不嫌我画的丑就好，所以我画一个布袋戏吗？可以啊，他等下来领奖的时候，如果他指定的动物是布袋戏偶，你就得画。可以啊。为什么运动比较好抽？就是血管较补。较补哦，就是血管比较会浮起来。对呀。较补。然后也会比较大了，就是比较会比较大条，是不是？对呀。反正就是摸得到、打得到，就要戳下去戳得到，对不对？对，就明显。不然如果是像我这种，我以前比较好，现在比较不好。哦。对不对？对。就是看得出有肥了，所以就是会挡住它。简单来说，对不对？没那么浮吗？对，没有像以前那么浮。以前有很多血管。有人说火嫂说的都好，但是运动就算了。重点就是运动啊。对啊，我也没在运动了，说真的。我也没有。手部运动有了，看病人。被迫的，还要那个做很多事情，还有那个刷手游，也是一种手部运动，对不对？确。你等一下还有手部运动，你等一下画大家那个。对。我以为是打手游，我今天还没打。好，那等一下给你一点时间。OK。慢慢画，大家应该不急啊。来日方长。给个 deadline，不然我也是有拖延症的人。
好吧，试着不要超过1个礼拜。好，好，大家应该也没有很急吼，应该还行。好，你们有要宣传的？对啊，你要宣传，你要用我的台宣传你呀、你的台，对啦，是你的台没错。那请问我可以在你的台宣传我吗？可以，谢谢。不客气。好，那反正呢，明天的晚上8点半，讲错了，明天的晚上8点。今礼拜五，明天礼拜六，明天礼拜六晚上8点要跟千羽萧月，就是一个他也会教其他 VTuber 台语，然后我就发现他蛮酷的，对，所以我就决定找他来聊聊，可能就聊聊台语之类的事情吧。对，明天晚上8点会跟他来闹5颗脸、闹口令聊聊天，对，所以有想听这些的人可以。我也不管你想不想听，我希望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希望大家来火嫂的台看我跟另外一个人的照片。对，谢谢大家，还抖内我。没错，没错。明天可以吃好一点的。明天可以吃孔金的炸等。好，我不知道哪里有卖，但反正就是这样。好啦。为什么每次都是关台的时候人变多啊？大家都很喜欢看关台的哪类？或者是别人的台看完了。也是有可能啦。那也没办法，就是开在这个时间，就本来就是竞争激烈的时段，好吧？那今天很感谢大家来，真的看到跟平常不太一样的火蛇，太乖耶，火蛇。这真的，这真的蛮乖的。好。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还是你要跟他们说可以休息了？应该可以，还是大家有什么话想说？好像不知道哎。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问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另外收集。好啊。好啊，比如说什么？我是男生女生？没有，我想说是跟你的专业比较有关的。你是男生女生，刚刚答案就有了，就不用再问了。还不如问火蛇是男生女生比较实在，因为我好像没有讲过。也是。对，大家可以猜猜看，应该蛮好猜的。对，很好猜。好，我觉得已经极限了。就是对，感觉你也累了，我们可以关台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明天没有我哦。对，说不定你那时候在吃饭，你可以按个爱心。好。不行，那样你就太晚吃了。我有时候也会很晚吃。我知道啊，你有时候会快下班前1个小时才可以吃饭。也是有吧？对啊，我印象深刻。好，那就拜拜咯。谢谢大家，好好休息。好啊，你可以去玩手游了。好，大家拜拜。明天记得来，拜拜。多谢你们。多谢。